不是你老瞅着我干什么？你跟这抽毛了都。是不是你偷吃？我偷吃？王班长，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啊，我现在连偷看我都不敢。为啥？我怕再给看丢了呀。来的时候4只，啊，丢了1只，严一兵喂死1只，啊，仅存的2只，我拿它们当大熊猫一样喂养呀，谁知道就剩下1只了。那你说，这栏杆是好的，鹅没了1只，难道是这只把那只给吃了？不能啊！这要是吃了，总会剩下点什么吧？这连根毛都没有，生吞啊！不可能！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搏斗的痕迹。地上也没有血迹，也没有歹徒与受害鹅搏斗所留下的羽毛。据龙班长回忆，大鹅早上也背了神儿，也没有听到任何异常或者求救的叫声，这就说明，哎呦！你就别卖关子了，行不行？你快点说呀！狄仁杰打人，元芳，你怎么看？我不是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不是，我告诉你们吧，那只大鹅啊，丢了。喂，想不想狄仁杰啊？我想逗他开心，这小心眼儿。啊！哎呀，别叫了。本来 F4啊，现在欧06了。不是那这从哪跑了呀？我这。你在干什么呢？怎么了？这是找不着家了呀？我带你回家行吗？啊，没事啊。哎，走，跟我回家玩去。走吧。王医生，你好，和你一起住是吧？啊，谢谢。一会儿我再带你出去看一下烧热水的地方，还有浴室。谢谢你啊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一斌啊，麻烦您帮我去跟文书说一声，晚上咱们搞一个座谈会，自愿参加，不强求报名，时间为1个小时。行，那我先过去。好，麻烦了。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。黄医生，我要向您表示最真心的感谢，谢谢您帮我重新建立了人生观和家庭观。坐吧。是。黄医生，我以前可能真的太自我了，只要我认定的事情，根本不可能退让。但是我现在突然发现，如果换一种方式，可能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，而且更容易让别人接受。啊，当然，
我也在慢慢的学习和适应当中。这一年对我来说实在太痛苦了，太煎熬了。但是我在跟我母亲得到联系以后，我发现我内心可能更柔软了一些。毕竟她岁数也大了，我也不想一辈子这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我最想表达的就是谢谢你，真心感谢，你辛苦了。你还记不记得你刚入伍那会儿，是我给你做的心理测评，我给了你一个不及格，结论是不适合参军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后来夏卓他们哥几个把我的办公室都给围堵了，真的。我当时心里就在想，一个人能够获得那么多人的力挺，他一定有他的优点。一个好汉三个帮，你是好汉，你需要他们三个，他们三个也需要你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有努力的在改变。可能大家成长环境不太一样吧。我一直觉得他们三个人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三角形，这个三角形的结构是最稳固的。如果再加一个我，就可能会变成一个四边形。这四边，顺其自然吧。这就是你说的牢固的三角形。你看着。对，这是你。你觉得平面的三角形和立体的三角锥哪个更加牢固？黄俊彦，我好像明白了，如果我们都能换一个维度思考问题，可能真的不太一样了。给自己增加一点维度，世界大不一样。小周，哎，班长，帮我个忙。什么事儿？炊事班后墙根养的那4只鹅，现在丢的就剩1只，不能再丢了。你们几个啊，跟我走一趟。是。放下。这4只大鹅呀，是王显民王班长从镇上买回来的小鹅崽儿，一天天喂大的，跟自己孩子似的。现在情况你们都看见了，不能再少了，再少就剩下个圈了。班长，上午还在呢。对呀，都是我亲自喂的，我每天都喂啊。上次就丢过，这次又丢了。黄鼠狼，没错，一定是黄鼠狼。哎，我听说这个黄鼠狼啊，它会缩骨术，它一定是缩了就钻进去了，什么都能钻。不那样啊？黄鼠狼会缩骨术，啊，缩进去叼了大鹅，那大鹅怎么出来的？大鹅也不会缩骨术。对呀。等会儿啊，啊，那是这样的，你看啊，黄鼠狼缩骨进去，然后吃了，毛都没剩，再缩骨出来，破案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你们两个，啊，夏卓，趁着今天放假啊，能不能破获丢鹅大案，全看你们的了。我有办法，里边是不是4只鹅？那我们再回镇上再买3只，啊，这案子不就破了吗？对，你后退一步。
大德，是。平常王班长对你不错，这里头就你脑子最好使。给你1天时间，活要见鹅，死也要见鹅。死的还要拿回来？是啊，拿回来，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炖一下。是，班长。别抓人，跑，慢慢跑，慢慢跑，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是吧？来，好热，它的毛。小二，爸，这是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哎呦，你好啊，我捡的，我捡只大鹅。哎，是在哪儿捡的？这是啊？啊，在路上。路上哪个路上啊？就镇子下来那条路，我送完货回来，看他自己在那儿很孤独呢，然后我就把他给抱回来了。不对吧？你是不是到部队上卖货去了？哎，这不是人家部队的。不是的吧？您不让我去的地儿，我怎么能去呢？再说了，您那个年代养鸡养鹅自给自足，现在解放军谁还养这个？是吧，梁老师？是。可能是送镇上餐馆的吧？哎，对，反正不是我偷的啊，我就是捡的。我不捡，别人也捡；别人不捡，他也饿死了。那镇上的，那你就明天把他送镇上去，你挨家饭店问问，看是谁的，给人家。这捡这东西咱们不能要，你这给孩子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连老师？啊？同意？什么同意？爸，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人家要是要来问呢，我一准儿就还，是不是？你回头这事儿你要去问，可就没准了啊！我推开饭店的门，我说我捡了只鹅啊，你们要不要啊？那10家有9家得说要，他们拿走去卖钱，还不如给孩子们当个宠物呢，是吧，梁老师？是，小轩说的对，这好歹是个孝宠嘛，你看孩子们多开心啊！哎，要实在不行，咱们贴个告示。来找鹅的呢，要说出时间和地点，你就还他；要说不出，就先养着。哎，好呀，好呀。好，先养着。谢谢爸。你们俩刚才说什么虫？孝宠，就是大家都喜欢的宠物。对，本来是我。算了，让给鹅吧。快让它飞一个，快点！它怎么不走了？有水的地方就可能有鹅啊。鹅呢？哎呀，鹅呢？啊，鹅呢？鹅呢？哎呀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就是不听我的。行了，咱们也尽力了。我现在正式宣布，哎，鹅失踪了，有可能现在已经成烧鹅了。怎么，要回去啊？那不回去干嘛呀？你说这大周末的啊，好不容易拿到手机，咱给家里打电话啊，玩玩游戏，不挺好吗？还出来找鹅，连个鹅毛都没找着。既然都出来了，就别轻言放弃。这周围还有好多水塘呢。走。啊，走吧。还接着找啊？不遵命令。走吧。走了。怎么了？黄医生，怎么哭啦？没事儿，就是想家了。想家了，又被领导批评了。嗯，如果你不介意，你可以跟我说说，怎么回事啊？
说了也没有用，我们连长他就是一个大直男，他根本就不懂女孩。没事儿，我懂就行了呀。买了这么多面膜啊？这些面膜它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哪买的？黄医生，我们全连都是男兵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我感觉我都快得抑郁症了。我之前那些女孩的爱好我都没了，我认了，谁让我来当兵呢？可是我好不容易买了这些面膜，我买了这么多，都是假的。别难过啊，我有很多面膜啊，我给你用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。唉，你还真买了很多，谁那买的？小货郎。小璇儿，哎，梁老师，哎，好了，够麻利的呀，这窝都搭好了啊。小心人过来给你领走了。哎，不能够，我那是在部队外边捡的。梁老师，你可千万别出卖我，咱俩交情挺好的哈。到底哪儿捡的？就我确实去了禁区。禁区，部队啊？不是，那我哪能进得去啊？我就部队外边围墙，我那不是有几个老客户嘛，我在那儿卖点东西。你可千万别让我爸知道了，我爸知道了，他非骂死我不可。真是捡的啊？啊，真是捡的，不然还能偷啊？那哪是一般的部队，那可是火箭军。嗖嗖嗖，知道的还挺多。哎，知道少能赚他们钱吗？来，哎，老天爷保佑，没人认领。阿弥陀佛，你可真行。哎，那是。邵指导员，这是我的想法。我知道现在定岗定编，但是我们确实也要考虑到，一个女兵长时间没有人说话，其实真的会出现心理问题的。来，黄医生。谢谢。您说的这个问题呢，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。战士连从组建开始就是按照精干合成的要求。说句实话，多一名战斗人员对我们来说，那都是无价之宝。可是卫生员呢，这工作量实在不大，因为重大医疗问题留部有卫生队可以解决，再往上还有基地医院。不过您说的这个问题啊，我们考虑的确实不够细致，欠妥。但是，要不然借调一个过来？上面不允许啊。说实话，就这严一兵同志每天的工作也就是值班，偶尔开个感冒药，处理点皮外伤什么的。我明白，根据实际的工作量定岗定编，这个我们确实是无法逆转，这也是部队精简的大趋势。但是，毕竟是艰苦地区，要不，咱们找一个女兵，找一个一专多能的，既懂得专业操作，又懂一些救护知识的，能跟严一兵搭个伴儿。哪有这样的人啊？再说了，就算有，那么新问题来了，上不上架，上哪个架？咱们这儿的人员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来了新人，就得有老人走。要不这样，我来物色物色，反正我现在调到了基地医院，我也方便。你调到了基地医院，你不在总院了？向你们学习啊，扎根大山，不离不弃。开除，开除，慢点，快接我吧！啊，走，背都快跑出来了。走住！哎，站着！哎，队长，加点点，我跟你说，我找我爸都没这么费劲过。你爸也跑丢过啊？当年啊，我爸，你滚！小卓，我跟你说，咱们追这个车炉子，都追了10几里地儿了。你说这车要是开往北京呢，咱还不得追到北京去啊？啊？车灯很窄，应该是一个小型货车。
营区后面围墙的地方有很明显的鹅的掌印，掌印消失过后，出现了一只鞋的掌印和车轮的印记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啊，我们3个真是闲得慌啊！就算你分析的对啊，大鹅是从墙上飞出去的，然后让一个小货车司机给捡到了。哎呀，可是我们现在人得追车轮呢，怎么追啊？前面就是国道，国道旁边就是小镇。镇上有邮局，有米粉店，有网吧，还好没有烧鹅店。亏你能想得出来，我们那镇上只有家饭店哈，5元吃饱，10元吃好，哪有烧鹅吃？不，哎，这不一定啊。那万一人家带着鹅过去，这做了不就吃了吗？那要看遇到什么人了啊。遇到一个吃货，可能就带走了；要是遇到他这样的，估计顺手给卖了。你一边去，你行不行？我很克制我自己了啊！我都多久没有卖东西了？你不要勾起我卖东西的瘾，好不好？行了，你们俩真的以为我要追一只鹅啊？我是怕有一个路熟的惯犯，今天偷了一只鹅，明天他们就可以去偷1枚导弹，是吧？你这样吓着我啊！哎，我知道啊，你跟王显云师傅师徒情深，对吧？你这样，我平时呢也比较抠，我再吃一点亏，我给你买一只，我赞助你一只，哎，是不是？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行不行？不行。哎，我赞助2只行吗？我跟你说，真跑不动了。这条道应该就是营区这条道，这附近有学校？不知道啊，没听说。油应该也是山区的小学啊。我好像听见有小孩唱歌的声了。依恋，你向前，梦中的色彩世界，流过眼，过去一瞬间，你是我将我飞行。让发现，天许愿，暂时学会把情绪安置头边，找个好些，就常常倾斜，却也会在我们手中滑雪。曾经冲着我微笑。想你的去找，偏偏会落在我的肩上。依恋，你向前，梦中的色彩世界，有画面，关注一瞬间。你是我，将我飞行，再见，总有是新的发现。
哎，夏老师，干啥呢？你爸妈要来了，犯错误了。乱七八糟。那你得好好说说了啊！你这个人在这儿，魂不在这儿啊！啊，老实交代一下。哎，时间到了啊，收下手机。啊！来，下桌，连帮，你拿手机啊。我先不跟你说，我跟我妈激动一下。来，下桌。哎，别玩，别玩，别玩！什么话题要扣分啊！下桌，手机。有事儿啊？学会放手吧，真的，这是我给你的建议。同志们，转运排运送一枚弹到待机库，中途出现意外，郎班长意外受伤，出事地点地形险要，因此我们要徒步前往。指导员在家待命，剩下的人马上出发。全体都有，向右蹬，后蹬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老班长的车被山上的滚石给砸了，受点伤。老班长，快！老班长，老班长，快啊！快！老班长，严一兵，过来指血，看伤员情况。其他人员清理路障，剩下的人检查一下车辆怎么回事。师傅，看看我，师傅。怎么回事啊？今天突然要转运这枚弹，但是旅里的值班司机都不在了，没有办法，只好让郎班长帮忙开车。我们走过这条路的时候，突然听见车头一声巨响，我们就下车查看，一个石头从山上滑落，正好打在他的左侧额头上。小心点啊！小心点！连帮，往里头去！啊，我不想走，赶紧的，快把车怎么样了？快！过来搭手！我来吧。轻点，轻点。人怎么样了？啊？有生命体征，但是我只能做简单的处理，然后再去医院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。这路已经封了，车根本走不了啊！我拿人抬吧。啊！下厨，王文军，到，到，过来，来，到，搭把手，快点！
大帮手，大帮手，来。稳着点，来起。1、2、3，稳当点啊！都离那个山体滑坡地方远一点啊！好好好。梦，啊，你到车头去给我看一眼。好，回去。你就告诉我，你们什么时候能派司机过来？啊？过不来？你们要干嘛？你们转运连说运一枚蛋就运了一枚蛋，不跟我们提前说一声，今天出这问题你们说来不了？这是特殊路面，特殊驾驶，一般司机谁能开得了？行，我不跟你掰扯，好吧？你抓紧时间把司机给我派过来，好不好？一会儿又出山体滑坡了，出现问题怎么办？在干嘛呢？连长，你让我试试吧。9连环的弯儿，这个弯儿是最难的弯儿。老班长告诉过我口诀，虽然我没办法一一的表述，但是我算了算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。你说这个路面你要试试，好，你给我讲讲你要怎么试。来，你说说你怎么可以，我听听来。转弯和直行的距离必须保持在厘米的计算单位，必须控制在以下的区间范围内：前进40，停左门，上50，右75，倒30，回正90，直进90，停35，进前10。我讲我有这个信心。同志们来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哎，你们那边注意点啊！连妈，你知道这枚导弹价值多少钱吗？无价之宝。导弹运输车多少钱？也是无价之宝。这是国家财产，我能让你开这个玩笑，能让你碰我？要不就让他试一试。连长，我信任连长。4门专业我也都擅长，可这是特情，没开过这种路面的司机能碰着车吗？旅里能拐这几个弯的也没几个人。平时都是老狼他们几个在开。连长，老班长告诉过我口诀，但是根据现场的情况，我有些自己的理解。你看，你小心点，看点上面。这是左边的基准线。在第一个基准点，右舵12方向，30度。第二个基准点，右舵15方向，35。第三个基准点，我们从这个方向切，15度，10方向。第四个基准点，10度，30方向，我会从30方向切。4个基准点，我一把一把慢慢揉，我分4次，我相信一定可以挪出来。分4次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急躁，装备重要，人员安全更重要。是我明白。现在的情况是，转运连所有的司机能开这个路面的都有其他任务，然后联邦想要把车开出来。联邦？局长，我觉得联邦可以试试，我相信他。那这样，如果有把握的话，那就让联邦试试吧。是。局长再见。
连忙到。人、车、导弹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你能做到吗？少爷，老狼，醒了。老班长，车呢？别着急，车马上就到。车没事吧？车没事，你也没事，放心。装备呢？还不知道，应该没事，放心吧，安心养伤。来，老班长。哎，老班长，您别动，刚处理完伤口，等一会儿车来了，带你去基地医院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。对，安心养伤。
干嘛呢？怎么在这儿待着了？严不严重啊？啊？不对，带回啊！严不严重啊？连长，郎班长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。车怎么样？蛋怎么样？来，过来，来。18万怎么下来的？我根据你跟我说的口诀，再加上自己现场的理解，慢慢给揉下来的。班长，这小子行啊，没有他，今天这车都回不来。之前你说让他做你的关门大弟子，我还不同意。你挑兵这眼光，够足了。车，蛋，车没什么问题，但不太确定，还要进一步技术检查。小王，没事吧？班长，没事啊。加油！我们今天早上吃包子。多跑点就多吃点。走呀！快点！啊！我的鹅呢？梁帮，吃饭了，闻着味儿了吧？你看，你是自己吃呢，还是自己吃的？冰冰啊，我觉得我这个头啊，还是有点晕，要不你搭把手，你喂我一下。连长。梁帮，就你那1块2斤的表演，你差不多行了啊。人家郎班长伤的比你重，都没你痕迹的厉害。不过，你能把导弹车开回来，我还是挺佩服你的。冰冰，这是你第一次这么正式的夸我。我呢，确实觉得我精神还有点紧张。我觉着，要不我再躺2天。2天啊！大家都去代机库帮忙了，你好意思还躺着？你吃完饭赶紧去报道。不是，怎么又进去了呀？昨天那枚弹一早转运到代机库了，正在检查。哎，我能把车开下来就不容易了啊！这个检测检修我也使不上什么劲儿嘛。连长，哎，你别吓我了，待会儿真被你招回来了。再说了，就现在我这个立功的状态啊，别说是连长，就是旅长来了，他也得给我几分面儿。哎呦，是吗？这么厉害啊！英雄啊！低调，
啊，低调。你呢是不了解我林恩吧，平时确实是吊儿郎当的，哎，关键时候赛连长啊，你都不知道，昨天咱们那连长干瞪眼啊，干着急，咣咣咣的踢石头，搞发射他可以啊，搞驾驶差的都不止一丁点半点儿。哦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我突然太崇拜你了。也不要盲目的崇拜啊，主要是咱们平时啊没有这种增进交流的机会，这次就不一样了，只要你开口，哎，我就能多躺2天，我多躺2天，就意味着咱们可以多交流2天吧，哎，交流完之后，你一定会有一种洗心革面的感觉，真的。真的？呐。那要不这样，我跟连长说，让你再休息1天，怎么样？2天，哎，全连啊，就属你对我最好了，啊。那他要是不同意咋办呢？不同意？你让他照我脸上来不同意？嘿嘿。芳芳，我这不站在你脸上了吗？哎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我不同意啊！你给准备的？啊。哟，感觉还挺好吃啊！行啊，联邦，这胃口不错呀！啊，哎，怎么样啊？床舒服吗？我感觉这床有点硬啊。这样啊，我一会儿找2个战士给你换个席梦思床，哎，好好的躺在这儿，好好的休息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，才能更加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，对不对？我听说刚才要2天时间休息，2天哪够啊？怎么着也得睡他个1年，是吧？哎，来放松，坐下来啊。不舒服吧？哎，躺下，躺下，大胆的躺，大胆的躺，让你躺你就躺啊！哎，放松点，躺好。怎么样，邦邦？躺在床上舒服多了吧？邦邦，你就这么给我躺着啊！躺1年，哪也不许动，哪也不许去，就这么给我躺好了。连长啊！不是我刚才我还头晕呢，我都动不了。我说哎，这个咋回事呢？你说这奇了怪了哈，肯定是这个床的问题。哎，我现在我就迫不及待，我要去待机库了，我就。有那么好笑吗？还给他准备自嗨锅，你可真行。接下来啊，好好的关注一下郎班长的病情，啊。是。都收起来，像什么样子？赶紧弄。是。往前走点，往下轴那方向转，向这么动，好转。再来点。好，可以。
吧？营长，你让我对不起部队。我开了20多年车，我导弹都坏，我请教授处分，营长，我也没有把设备安全的平平安安的送到地方，我给战士连丢脸了。战友们，我给你们丢脸了！班长，大家忙着啊。装备重要，人更重要。旅长正为战士商议妥善处理这件事情。装备初步检测过了，要换个整流罩。但是你现在必须跟我去趟医院，做一个彻底的检查。营长，我养一养就好了，要我在这里给他们一起修导弹。郎永成同志，是旅长和政委命令我带你去医院的。拿一个完整无缺的体检报告回来。别忘了，你的眼睛很重要。这些老兵看着导弹，你就放心吧，好吗？参谋长、副部长，到。那个教学维修相结合，机会难得。是。老梁，什么都别说。我知道你是想问报告怎么写，对吧？是啊，转运任务来的突然，又是个意外。但是，装备受损就是受损，这事不能瞒。如实上报。幸亏是老狼开车，一把车停住了。要是换了别人，想了。老狼这眼睛，我就担心他有什么差池。虽然只是皮外伤，我就担心他会伤到这儿。老狼安全驾驶20多年，参加过多次重大任务。刚才我一看见老狼，我这别的一算。可关键是在关键的时刻，没人能盯得上去啊！还是老狼的徒弟把车开回来。老狼厉害，可不是嘛？你看，陈浩峰、侯继东、王显民、郎永成，这几个老兵跟咱们俩差不多是1年的兵吧？他们就像4个定心大秤砣一样，把咱们战士连这个大硬盘压得稳稳的。但是，他们早晚得退。他们要是退了，谁来当这个大秤砣呢？把车开回来的那个战士叫林安邦。林安邦，就是选拔的时候把车偷走的那个。这小子行，有技术，有胆儿。这也算是挽救了部队的财产，对吗？我的意见啊，给他报个功。报，该领功的领功，该受罚的受罚。安全事故咱俩都有责任，这个报告我们一起写。得了吧你明年就要进京了，这时候出这事儿不是给你添堵吗？我是政委，我宁可不进京，我也不能不要这个责任。一起写。哎，你看，怎么了？要不然，咱把咱那个致命武器拿来，歇口气儿再干。那叫咖啡啊！哎呀，我得先想想最容易受损的部件呢。
拆的时候我就想半天了，要这么一个个查，得1个月。我觉得我们可能是方向错了。是啊。班长，那块石头找到了吗？什么石头？砸坏导弹的那块石头。那玩意儿干嘛？啊，班长，我明白夏卓的意思了。夏卓的意思是，根据石头的质量，按石头掉落的最大高度计算石头冲击产生的质量。这些元器件中每一个元器件都有它的冲击耐受度。我们把这些冲击耐受度高于石头冲击质量零件一一排除，按优先级别，这样能缩减不少时间。道理是不错呀，可是没石头。我们可以根据导弹的受损程度计算出冲击当量。其实这个很容易计算，我们可以根据导弹的受损面积和凹陷程度，用电脑就可以还原。我们可以把整流罩导弹材料的强度作为固定参数，逐渐加强冲击参数，直至还原出一模一样的受损度，这样就可以计算出冲击当量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找你俩进来了。牛，需要什么说吧。电脑。夏卓、欧阳俊，班长让我给你们送饭。啊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梁老师，干嘛呢？没干嘛，发消息。给男朋友发的吧？瞎说。哎呀，都藏了这么久了，你男朋友长什么样啊？给我看看呗。行啊，你也找一个，咱俩互相看呗。哎，我找了那肯定看不了，我们俩不得3天一小打，5天一大打，那脸都看不清了。家暴啊？打是亲，骂是爱呀！啊，这是小树得管，老公得砍呀。不是，是小树得砍，老公得管。对，老公得管。你说你这样的，以后谁跟你谈恋爱啊？那岂不是？哎，老班长，好了。老班长今年45。啊，哪里人啊？河北承德。家里都挺好吧？挺好的，父母都啊，都挺好，还挺好的。那个都是军人，我有话就直说了。您是个老兵了，要有个心理准备。哎，您坐，老班长，来坐。哎，还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说呢。那个眼角膜没事儿，您的眼睛保住了。等那个外伤啊，那个淤青消肿以后呢，
不会影响到您的正常生活。那坏消息呢？坏消息嘛，也不算是个坏消息。岁数大了，该花了。您呢，受了点冲击，不可逆的这个创伤，您可能会远视啊，也就是老花。可能呢，这个度数不会太低，但是没关系。那我还能开车吗？要看您的恢复情况。您是特种车辆驾驶员，像这种情况吧，我也不好说。那我万一有事，我赔付花钱呢？根据现在这特种驾驶的这个体检要求，您比我懂。不能喝酒。松开，你伤还没好呢。我今天放假我又不是逃课期间，我不归你管。再说你让我喝点行不？你让我喝点进去透亮透亮行不？啊？我陪你。来，喝。我对不起部队，对不起这身军装，我当了这么多年兵，这么多年，我把导弹给弄坏了，我把自己眼睛给弄坏了，这不怪你，怪我。怎么不怪我呀？我当时还不如大石头砸死我呢！当时，你别这么说了，郎班长，你这样说我心里也不痛快，我也难受啊。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能怎么办？那装备正在检测、检修过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没什么问题，它也是问题。我刚当新兵那会儿，所有战士在机构宣誓。用热血和生命捍卫国宝安全。丢人呐！丢人呐！丢人呐！我这个老兵有点油啊，有点油啊。站标参数录入完毕，导弹系统自检程序启动。导弹自检程序完成，新数据加载备份。成功了。走，吃东西。一会儿你负责主要阐述吧。这次啊，
思路是你给的，想法也是你的，我只是辅助你完成的。可是你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。我知道啊，别废话了，来着，走。当心啊！小心点啊！慢点。班长，这是……哦，没顾上跟你们说，受损元件找到了，也替换了，现在整流罩正在更换。明天上午9点钟以前，他们就跟新的一样。班长，这你们怎么查出来的？经验。那班长要不要试试我们的程序？好啊。哎，班长这边，来，都停一下，过去看一下他们程序。班长，你看，根据我们的计算，这一次的冲击当量是0.7吨。按照导弹硬度的抗震级别，可以排除的区域和重点嫌疑的区域都列在这儿。班长，整流罩材料的冲击韧度是多少？啊，区域值在这儿。冲击缺口是 U 型还是 V 型？啊，班长，这2种我们都比对过了，甚至还涉及了复合型的 UV 型。韧寸转卖温度是不是高了？没有，都是按照站标输入的。怎么样，班长？是不是跟你们计算的一模一样？完全不一样。咱们判断的区域是完全相反的，而且受损元件也找到了，也替换上了。唉，一切的结果都等着整体水面检测完了以后再看吧。你们辛苦了，啊，回去休息吧。来，咱们继续，走。回去吧，啊，好好休息。回去吧，好吧。这2天也没睡好觉，去吧。怎么会完全相反啊？不应该啊！你说是不是我们的设计有问题，或者说，这经验比设计更有说服力？你再有经验也得相信科学啊！这就好比有一个人，他的头受了重击，你是不是得检查脑子受损的程度，然后再做重点排查？你不能说根据经验，你先从脚趾头开始查起吧？这不胡扯吗？我现在有一点特别想不明白，为什么陈班长他们排查出的元件位置和我们计算出的差了这么多？什么原理啊？是力传导还是共振什么的？我觉得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们不相信我们，他们看不上我们的程序。是，我承认，这帮老兵确实是有经验，但是我更愿意相信科学和数据。可能吧，可能他们一开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。
主体通电检查。1路正常，2路正常，3路正常，4路正常，推进系统正常，飞控系统正常，指导系统正常。推进系统程序检查，关闭2栋、3栋、4栋、6栋、8栋号回路，关闭自检程序，手动操作。关闭自检程序，手动操作。油压检测。参数多少？啊，正常值内。我来吧。北斗收发装置启动。主舱体加压。慢点推。好，保持住。主供电系统满载供电。备用供电系统切换。开启241、242、243和244 4套备份系统。好，稳住。喂，我是阿雷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喂，接通真2连待机库。是，请首长放心，保证圆满完成270旅第100次导弹发射任务。是，首长再见。命令下来了。下来了。第100枚导弹发射任务落在咱们战刃连了。太好了。可是发射的就是那枚正在检修的弹。啊？不是，咱们有那么多好。也对，每一发都应该是好的。吕征同志担心了。你看啊，咱们之前就没发射过检修的弹，这还不是返厂的，是咱们自己检修的。这万一要是出点问题，百发百中，这4个字啊，就终结在咱们战刃连的手里了。你发射时间定了吗？明天中午12点到后天中午12点，待命，择机发射。那发射班组呢？定最好的呗。导弹有问题，这人不能再出问题吧？老吕啊，现在距离明天中午12点还有不到20个小时。检测那边刚刚报告说，完成全部检测起码需要19个小时。也就是说，按照一点意外不发生，明天发射之前，他们才能把导弹交给我。还有，这最好的班组怎么搭呀？郎永成眼睛受伤，陈浩峰、侯继东已经连轴干了72个小时。陈浩峰这辣椒已经吃了半斤了，侯继东现在把咖啡粉当蛋白粉吃。这检测的不同岗位都可以轮换，唯独他俩下不来。按这个状态，干完这20个小时，再值班待命24个小时，这肯定不行。人不是铁打的。
喂，现在有1个小时的信息采集时间，大家就地睡会儿啊，睡会儿。老黄，来，你赶紧，你也抓紧时间眯会儿啊，我盯着啊。少来，你以为你比我年轻又能耗？我有这个呀。哎呦我天！啊！哟，嚯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这就是摇头粉吧？越摇越精神，比我这来得快啊！错误代码。别着急，我看看。温控芯片故障。故障点在夏卓和欧阳军的这个结论里。初中检测的时候，哎，我就是进行了例行的通电检查呀，没注意待机温控的事儿。哎呀，陷了，陷了。这就是你们俩大老远跑过来的理由？报告，旅长、政委，百发百中的这次发射任务，对我们战阵连来说，是一次意义非凡的，甚至于对整个270旅都是一件巨大的事情。因此呢，我们就想啊，旅长、政委。我们只是想更稳妥一些，所以请旅里再慎重考虑一下，能否给我们配发一枚别的弹？我们战役连待机库里的导弹，除了这枚受损弹以外，枚枚都可以保证随时发射。可转运给你们的这枚弹原本就是一枚全新的，不是为了你们，为了保证这次发射顺利成功，我们特意优中选优，旅里特意为你们挑选了最新出厂的一枚弹。没告诉你们，是希望你们能够真正做到把实战当演习，把演习当实战。给了你们这枚弹，算是给你们开了绿灯，就是给了其他连队，照样能完成任务。旅长到，少帅到。要说换呢，我们随时可以换，有的是没有出过故障的，出厂完成检测。接收完成检测的双保险导弹，或者随时可以从待机库找几枚正处在待机状态良好的导弹。我们不是没想过，可是我们不能欺骗我们自己啊！百发百中不是田忌赛马，而是每一匹马都是上等马，随时可以跑赢每一场比赛，明白了吗？旅长，明白了。这枚弹，我们不换了。不过，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旅长，这次发射只用我们战刃连，不用其他连。您放心，百发百中，我们肯定完成任务。好，相信你。保证完成任务。
我想了，这一次是让新人。